台美关系搁在谈判，农业部带团去美国要扩大采购黄豆、麦仔、番麦、甲牛肉，引起外界关心。也毋过，农业部是强调讲，这是逐档拢会安排行程，主要嘛是民间在推动。也毋过嘛是有业者真烦恼讲，扩大采购会影响到本土的畜牧产业。推杀国产黄豆的合作社嘛，呼吁政府营养午餐绝对得爱坚持继续来使用国产的黄豆。国内黄豆、麦仔、番麦、甲牛肉高度挖口进口，尤其黄豆达到99.8%，自美国进口占比约4成。面对台湾扩大采购，推动本土黄豆正式的合作社表示，只要清楚表示国产甲进口，饲料食品会分流。也毋过，就惊无实在标示四过串。另外，也呼吁学校营养午餐爱坚守使用国产黄豆。营养午餐一定要就是标榜使用非机改不行，这个坚持只需要来坚持，绝对不能退哦，这个是营养的防线。虽然牛肉也是达到9.5%进口，美国占比41%，也毋过面对农业部带团去美国扩大采购，台湾肉牛产业协会也是普遍怀疑，这农业部是代表台湾也是美国，会认为对本土产业照顾不足，更加显得心头叮当。为了关税，然后去买别人家的农产品，那我是觉得对农民来讲有点情何以堪啊！对于在地的产业，我们台湾的产业是要多照顾一点。这摆采购团也有畜牧业者对此市场协会认为，这是正常交流，对产业影响不大。都无影响啦，就对你无影响啊呢？美国有美嘛较好啊。从1998年就开始推动，原则上每2年举办一次，今年已经是第15届，可见这个活动是行之有年。面对外界质疑，这摆是农业部赶紧去美国采购换变关系，农业部特别澄清，采购活动已经是几年，拢是看国内业者的需求提出，并不是政府出钱，买拢是对国内产业甲消费者有利的平衡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